各位看官好，今天我们一起去看下位于平江路的中国苏州评弹博物馆。虽说评弹唱起来我基本上听不懂，但是作为游客来到苏州的话，还是应该感受一下苏州的这张文化名片。刚进去以后，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前台，是不是像卖奶茶的地方？那是因为苏州评弹是和茶馆息息相关的。苏州评弹诞生于明末，从清代开始，茶馆为了吸引顾客，就引入了评弹表演，两者一起互惠互利。博物馆门口的屏风上画着乾隆皇帝当年听书的场景，右边还有个雕像，手里提着个茶壶，请君进去喝茶听书了。穿过门厅有个小天井，当中有个光裕社建设150周年的纪念石头。光裕社是成立于乾隆年间的评弹艺人行业组织，素有千里书生出光裕的美誉。据说是由给乾隆皇帝说书的七品书王王周是创立的。第二进建筑是苏州4大书场之首的吴苑深处书场，可惜现在没有表演。据说可以在苏州市评弹团的公众号上查看演出信息。里面的桌椅是按照清代的书场样式摆放的，上面的匾额上写着竹落玉盘。这边后面还有2个小孩子的雕像，大人可以买票进来坐着听，但是买不起票的小孩子也可以站在后面听，体现了书场的包容性。舞台中间有2个座位，一人手持3弦，一人手抱琵琶，有说有唱。两边是一些苏州评弹的传统曲目，这边是三国、水浒、岳传的故事，这边是珍珠塔、三笑、玉蜻蜓等经典曲目。在后面第3进建筑才是真正的评弹博物馆，这里先是一些评弹著名人物的介绍。中间是吴地的始祖太伯，当年太伯为了让位给周文王姬昌，自愿来到江南建立了吴国。两旁是8位名家，这是前4名家，以给乾隆皇帝唱过戏的王周氏为首，另3位是嘉庆、道光年间的陈玉乾、毛昌沛、于秀山。这4位是后4名家，咸丰、同治年间的马如飞、赵襄州、王实权、姚世章。每位名家都有一些代表性的书目，比如毛昌沛擅长说《玉蜻蜓白蛇传》，张汉民擅长说《水浒》，季武公擅长说《隋唐》。这里还有传承图谱，比如《白蛇传》，贤4家中的陈玉乾、于秀山都说，然后有各自的传人。评弹的传承方式讲究口传心授，很多讲故事都是即兴发挥，没有固定剧本，所以徒弟只能够跟着师傅当面学习。这间屋子内讲的都是评弹的流派，从清末明初诞生到20世纪50年代，总共形成了25个左右的流派，其中男性流派21个左右，女性流派4个。其中较早的流派为陈玉乾的陈调、马如飞的马调、于秀山的余调。后来又出现了继承3位名家风格的众多艺人，他们在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流派。继续向前，这里还有一个场景模型。评弹其实是评话和弹词的总称，评话又称大书，只说不唱，主要是讲故事；弹词又称小书，有说有唱。以上2种形式
合称为评弹。乐器主要有2件，琵琶和三弦。再往前走是近代的一些评弹名家。鸦片战争前后，评弹进入上海，繁荣发展。这些是上世纪20年代的评弹名家，这些是30年代的，这些是40年代的。下面还有一些物件，这把是讲乐拳使用过的三弦，这个是薛晓庆使用过的琵琶，这张是上世纪20年代的评弹老唱片，这张是评弹艺人周义亮的演出登记执照，这件是沈简安穿过的马褂，这些是周云瑞使用过的三弦、双剑等。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在这里有1.2万余件，各种评弹孤本、脚本几百部，大家有兴趣可以来慢慢看。接下来我们到2楼去看一下。2楼是讲陈云同志与评弹艺术的故事，还有一个珍珠塔文物展。我们先看珍珠塔文物展。珍珠塔是一部长篇弹词，讲书生方清的故事，但是我这里就不展开了。这个故事说唱历史悠久，传唱人数众多，有魏寒英、薛晓庆、沈简安、魏玉清、马如飞、马春帆等名家。这里还有各种版本的手稿，还有一些自编的开篇词，还有一些纪念册。然后就是陈云同志和评弹的故事。陈云是评弹艺术的热爱者和知音，在他的倡导下创立了苏州评弹学校，培养了许多优秀的评弹演员。陈云生前珍藏的评弹音像资料560多盘，现也已由他的夫人于若木女士慷慨地捐赠给了评弹博物馆。这份是1961年7月25日陈云同志写的，目前关于噱头轻松节目传统书回的处理意见。除此之外，毛主席、周总理也都关心过评弹艺术。中国苏州评弹博物馆就带大家参观完了，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回到书场找一个座位，就算听不懂，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中国最美的声音。关注草履虫，为您不断打造旅游视频攻略。